有一位朋友問，佛教嘅靜坐方法係點樣呢？如果唔去佛寺禪堂，喺屋企自己可唔可以學靜坐呢？靜坐係需要實踐嘅，要親自去體驗，唔可以單靠言語文字去講解嘅。靜坐呢兩個字係廣泛指喺清靜嘅環境之中，滯心一處，收集禪定嘅方法。禪宗有其靜坐嘅方法，例如參公案、參話頭、起疑情。參話頭都有好多種嘅，例如參無字或者參念佛是誰等等。天台止觀亦有其靜坐嘅方法，例如小止觀、不定止觀、圓頓止觀等。無論係修禪或者係習止觀，開始嘅時候都係要跟師傅學習嘅，先至唔會有差錯嘅。如果自己盲目去參禪修觀，不單止係浪費寶貴嘅時間，仲可能會錯用方法，產生不良嘅效果嘅。咁在家居士想每日靜坐，有冇簡單方便嘅法門呢？大家每日工作繁忙，生活緊張，在家中先學習下一啲靜坐入門係可以嘅。閣下先喺屋企裏邊選擇一處適合自己靜坐嘅地方，環境要安靜，唔好開電視機，氣溫要溫和，空氣要流通，唔好坐近窗口或者門前當風之處。靜坐嘅地方要舒適，光線唔好太強，亦唔可以太暗。開始嘅時候可以輪流咁嘗試多處嘅地方，直至揾到最適合自己嘅地方為止。每日靜坐最好規定時間，例如早上或者晚上。開始每次靜坐15或者20分鐘，漸次增加時間。但係當你選擇咗某一個時間，例如晚上10點至到10點半，就習以為常咁用嗰個時間靜坐，唔好每日改變時間，今日7點，明日8點，後日9點。因為人嘅意識習慣喺某個時間，就會對嗰個時間特別敏感，特別適合嘅。但係要注意，剛剛食完飯之後呢，係唔可以立刻靜坐嘅，唔可以用靜坐嚟代替睡眠。即係話，如果你眼瞓，不如早啲休息，唔應該用靜坐當作睡眠嘅。因為靜坐嘅時候，意識係應該好敏銳，唔可以昏沉欲睡嘅。酒後又唔可以立刻靜坐。靜坐嘅時候唔可以用背脊靠住牆嘅，因為背脊壓住牆會阻礙背部嘅血液流通。靜坐時所穿着嘅衣服要寬鬆，唔可以太緊身，以免妨礙血液流通。如果靜坐時感覺到太冷呢，係要加衣嘅，唔可以受寒嘅。靜坐時需要一個坐墊放喺臀部尾騾骨之下，大概係4-5寸高，要視乎閣下嘅身高。坐嘅時間係用一張毛氈冚住膝頭，以免受涼。剛才已經講咗靜坐嘅地點、時間、所需嘅衣物、坐墊等等。至於靜坐實踐嘅方法，下次再繼續同大家介紹。上次講咗在家靜坐所選擇嘅地方、時間同埋所穿嘅衣服，今次繼續講靜坐嘅方法。根據天台止觀，開始靜坐先要調身，第二個步驟係調息，然後調心。調即係調整，令歸於正確。總括嚟講，即係調身、調息同埋調心。靜坐時點樣去調身呢？如果你係初學者，唔可以盤腿，你可以用普通嘅坐姿，即係雙腳直垂，腳板底踏喺地上，雙手垂下，安放喺膝頭上。千萬唔好將背脊靠住背椅，因為咁會係阻礙血液流通嘅。靜坐開始前2-3分鐘，全身放鬆，輕輕咁蠕動頭頸、肩膀、背部，盡量鬆弛。身體要保持正直，唔好寒背，頭係要正直，口部微合，脷尖輕輕頂向上顎，
如果你懂得盤腿，亦可以結跏趺坐。嚴格嚟講，盤腿有結跏趺坐、半結跏趺坐。結跏趺坐即係兩足互交，然後將腳背放喺大腿之上，俗稱雙盤坐，又名如來坐。半結跏趺坐俗稱單盤坐，即係單趺一足加於另一足上嘅安坐法。單盤坐又分為吉祥坐同埋降魔坐嘅。如果右足加於左大腿之上，右手放喺左手之上，叫做吉祥坐，密宗多用此法。如果左足加於右大腿之上，左手放喺右手之上，叫做降魔坐，禪宗多用此法。當你盤腿坐定，全身放鬆之後，開始要調息啦。息即係你嘅呼吸，調息係好重要嘅。當你靜落嚟嘅時候，開始感覺下自己嘅鼻息，用意識去跟隨你吸入嘅空氣同呼出嘅空氣。但係有一點係非常重要嘅，呼吸係要用平時一樣嘅呼吸，要自然，不可造作，千萬唔好加長減短或者加重呼吸。當空氣緩緩吸入嘅時候，意念要感覺當時鼻孔有空氣嘅接觸；當空氣呼出嘅時候，要感覺當時鼻孔有空氣呼出。換言之，要着意去感覺呼吸嘅出入。呼吸最好係寂靜無聲，氣要長要深，要通暢無阻。第三係調心，簡單嚟講，靜坐嘅時候應該去調整自己嘅心念，唔俾佢胡思亂想。係唔係乜嘢都唔去想，一片空蕩呢？如果用止觀嘅方法，係應該學數息嘅，即係用心識去數出入嘅空氣次數。當你吸入氣息嘅時候，心中數一，呼出唔數；吸入第二次數二，呼出唔數；吸入第三次數三，呼出又係唔數。如是者數到10，再從一再數，只係數入息而唔數出息，即係將心念集中喺數入息上，咁叫做數息。梵文叫做 Anapanasati， 漢文譯做安波守意。好多泰國、緬甸嘅和尚都係用安波守意嘅方法去靜坐嘅。下次有機會再同大家探討下靜坐嘅方法。